想返中山石岐買改善房，關注第四代住宅嘅朋友，最近肯定有刷到陰陽雨神呢個樓盤。Hello， 大家好，我係 Josie， 幾乎全中山嘅中介都有介紹過陰陽雨神呢個樓盤。但係作為一個熟悉中山樓市、專注改善盤測評嘅博主，我更加想拋開熱度，客觀咁同大家講下呢個石岐總部區嘅第四代住宅到底有咩值得大家去關注，尤其係想改善自住嘅朋友，一定要睇落去啊！老規矩，我哋先嚟睇一下呢個項目有邊啲缺點。第一，作為第四代住宅，佢嘅用地面積冇傳統住宅咁大，小區嘅規模屬於中等，所以小區花園比唔上傳統住宅咁大，尤其係會所都只不過起到一個點綴嘅作用，千祈唔好期望佢有超大園林同埋豪華會所啊！第二，項目位於石岐總部區，目前呢個板塊係喺開發當中，部分配套仲需要時間去兌現，唔似老城區咁成熟。如果你係急住享受完善配套嘅話，就要慎重考慮啦。第三，佢嘅定位係高端改善，總價唔低，入門嘅門檻比剛需盤要高，適合有一定嘅預算、追求生活質感嘅家庭。預算有限嘅朋友可能要對比一下其他樓盤啦。我哋再嚟睇一下呢個項目有邊啲吸引人嘅地方。首先係大家最為關心嘅地段，發展中嘅片區地段係佢嘅缺點，亦都係佢嘅優點。畢竟發展中即係有想象空間，對比翻周邊石岐老城區嘅陳舊，石岐總部區嘅優勢唔單止係佢現有嘅一個學區同埋交通，更加係佢未來發展嘅想象空間。畢竟呢度係中山重點打造嘅板塊啊！講完地段，重點同大家拆解一下佢嘅產品。好多朋友都未搞清楚，到底咩先至係真正嘅第四代住宅呢？今日我就結合翻陰陽雨神嘅戶型，同大家去講一講。佢一共有3個戶型，分別係119方、153方同埋172方。同東區保利朗悅等其他第四代住宅相比，面積段係差唔多嘅，但格局明顯有比較大嘅迭代升級。第一，佢有特色嘅大花園啦，呢個唔係單純將陽台放大，而係真正做到戶戶有庭院。唔似而家好多新規嘅樓盤，有個大陽台就自稱係第四代住宅。陰陽雨神呢種庭院嘅設計先係真正貼合四代宅嘅定義啊！第二，客廳全部封好窗，用嘅係3層雙中空 low-E 玻璃，隔音隔熱恆溫效果都好好。對比其他改善住宅常用嘅雙層 low-E 玻璃，喺中山夏天高溫多濕嘅氣候真係好實用，住起身都會更加舒適。第三就係無論邊一個戶型，主人房都有超大空間，仲帶獨立嘅陽台。呢一點對於改善型家庭，尤其係注重生活質感嘅朋友，可以講係好貼身啊！好多朋友都會擔心，咁大嘅空中花園隱私性會唔會有問題啊？關於呢個話題，我係咁睇嘅，任何住宅都冇100%嘅私密性，哪怕係獨立嘅別墅，都難免會有鄰里之間視線嘅交集。呢個係居住嘅常態，唔好過分糾結。更加重要嘅係，我哋買嘅改善房核心係為咗居住嘅舒適性。四代宅嘅花園正正係提升居住嘅舒適，佢俾到我哋更加多嘅自主設計生活場景嘅空間。呢種居住嘅質感遠遠超過輕微嘅隱私顧慮。總結一下，陰陽雨神嘅核心價值唔係地段同學區，而係佢嘅產品本身。145%嘅超高得房率、迭代升級嘅戶型格局、真正嘅四代宅庭院設計，呢啲先係佢增值點。而片區嘅地段價值上面，呢啲係俾到大家一個足夠嘅發展空間。我建議大家睇呢個樓盤唔好將重點放喺小區嘅園林，而係將重點放喺住宅內部嘅居住空間，譬如大客廳、大主人房、高得房呢啲先係佢值得入手嘅地方。
戶型選擇方面要結合返自己嘅生活場景，119方會適合想入門4代宅、預算中等嘅改善家庭，而153方係一個比較均衡嘅選擇，適合3口、4口之家，而172方係終極改善，適合預算充足想一步到位並且注重居住嘅質感同埋圈層嘅朋友。每一個樓盤都會有佢嘅優缺點，唔係適合所有人。如果你考慮喺中山、石岐買改善型戶型，並且注重產品嘅創新空間同埋質感，認可石岐總部區嘅發展潛力，咁陰陽與神絕對值得被納入對比清單。如果大家想了解陰陽與神嘅最新價錢、戶型圖，或者想知道石岐改善型盤嘅對比要點、香港朋友買樓嘅流程等等，都可以私信我直接發清單俾你。今日分享就到呢度，我哋下期再見。